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立誓不义奸淫，也无亲像即个抽象的，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将凡所得到10分抽1分。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地，连举目望天也毋敢。干那对兄讲，上帝啊，你明我即个有罪人，我甲恁讲，即个人倒去伊的厝，得到称作义，赢过迄个人，因为既若自高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告成伊。以上，只是咱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耶稣甲现代人7。耶稣甲自义的人，耶稣甲自义的人。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巴比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阮平安经历一礼拜。一礼拜已经是第6月底，所有的学校拢已经开始休困，也或者今日在主题因会当开始一个暑假。阮也献上恳求，求主你带领引来的暑假，所要经过会当下伫主你的心意。我嘛感谢伫过去3天中间，有与美国、加拿大倒转来，下面台湾因的遮百几个青少年，利用阮教会伫遮训练，然后车派到伫新竹、到伫中华以及留伫桃园，要正这来1礼拜、2礼拜中间。即青少年，或者学校的学生，的即个帮衬，即个所训练的事一切顺利，阮也献上感谢。那伫主你，佫会当要甲主坐倒，阮也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主你，互阮透过佫一摆坐倒，互阮要佫一摆来领受着主你的恩典，佫一摆来纪念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但阮要恳求主你，想使阮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想使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今仔已经是7月初1咱学校中间这学生拢已经开始因的暑假咱伫路上咱拢看到足侪这青少年的即个进出伫咧。咱教会的即个夏令营的即活动嘛开始咧无闲起来。伫顶礼拜中间拜4、拜5、拜6咱有为美国、加拿大倒转来140几名的即个青少年，因用家己的即个买飞机票，转到台湾。即台湾是因为父母的即个国家的所在，所以因愿意倒转来。一段时间会当帮衬，伫遮做即个夏令营，用英文的方式演一个剧，然后甲因讨论希望当透过呢真侪即青少年的性命帮衬。咱看见为着因遮付出，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希望上帝祝福伫因，因为伫昨下昼4、5点的时阵，因拢车派到伫新竹，还是到伫中华去。咱教会嘛有留15名落来，所以咱后礼拜为明仔载开始。到拜5，咱有即个营会伫咧，希望上帝先甲咱即个青少年上个做伙，甲暑假所有即个活动上个做伙，互咱的活动毋是干那一种活动尔，乃是会当有即个效果，就是互咱的即个性命会当得到改变。咱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的讲道中间，咱今年有2、3个主题伫遐咧行。头一个主题是即个咱清心的部分。咱今年第2年讲到即个无亏欠的良心，无通责备的良心。咱迄阵是已经读起今仔日所看即个圣言节，伫遐讲你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咧，亲像迄个抽象的人，伊爱知影伊安怎会毋对，伊就谦卑伫远远的所在，对兄伫遐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即个罪人。然后咱看见另外一个，就是即个法利赛人，伊有一个真迟钝、钝气的即个良心伫咧，伊伫遐感觉伊家己非常的好伫咧。迄是咱顶回所看见即个路加福音18章，咱所用的圣言节，咱用伫无通责备的良心，咱伫遐来讲迄个主题。今日咱要用同款的即个主题，咱要来讲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咱家己称家己做义的即个人。就是咱曾有看见迄个法利赛人是，到底主耶稣讲即个譬如是要互咱学习什么？但咱要进入以前，咱三个过来复习伫咱即个
耶稣甲现代人内底，咱伫遐强调讲，这主耶稣毋是2000年前的主耶稣，伊现在阁依然甲咱伫咧。虽然咱即摆现代加足复杂的，咱的即个科技遮尔进步，但是主耶稣依然是迄个咱的，依然是咱的救主。伊并无离开咱，伊依然伫咱中间要成做咱的帮咱。咱为几个主题伫迄个所在来学习着，咱对咱这甲罪人的关系，甲破病人，甲即个劳苦大众。以及甲即个孤单、甲绝望的、甲祈求的人、困求的人的即个关系，甲罪人中间提醒讲，咱是毋是悠然咧犯罪中间，亲像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主要甲咱讲，伊无要定咱的罪，但是毋通搁犯。咱有可能亲像迄个妇人人已经罪恶激动，伊就到伫主耶稣后壁伫遐流目屎，目屎罪到会当洗耶稣的骹。耶稣甲伊讲：“你的信已经救了你，你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伊伫遐忧伤痛悔改，主就伫遐赦免伊。还是亲像迄个利未抽象的，伊伫遐毋知要安怎做，伊知伊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主耶稣讲内底我的时，伊就放下一切内底耶稣，又把握着迄个机会伫咧。还是亲像顶十字架时阵，见啊，迄个两个犯人，一个讲求主纪念我伫到末日的时阵纪念我，主讲今仔日你就甲我伫乐园。不管咱是倒一种的罪人，咱拢是罪人。不管你是已经犯罪中间，还是你已经罪恶真重，你知影倒通去求，还是你亲像这最后一秒钟，才伫遐要来悔改，主拢要诚做咱的帮咱。破病的主。伊好一个太哥用手去摸伊，虽然说免摸伊用嘴讲就会使互伊好去，但是伊愿意用手去甲摸伊，伊要互伊知主耶稣听咱世间人是安尼，伊关心着咱。伊为什么会当呢？因为伊为着咱死，伊受着鞭挞，咱得着医好。然后咱阁看见即个劳苦大众，主耶稣看见咱这大众拢流离失所。亲像羊无即个牧者共款，主耶稣就伫遐教示人，伫遐所在佮甲医病，伫遐佮赶鬼，佮伫迄个所在互因真大即个毋望伫咧，佮为着咱定十字架。伊嘛毋望咱会当咱的厝边咱所熟悉无熟悉的人，也共款将主耶稣的教示互人知，咱嘛咱靠着主耶稣咱的官兵伫遐来医病，伫遐来赶鬼。主要说，甲孤单的人，伊赶即个极乐心的即个，互一群鬼伫遐甲附身迄个人，甲人完全离开远远一个孤单的一个人时，主要说将伊心内即鬼甲赶掉去。咱是毋是有缘共款？咱的心内有真侪物件，甲咱捆绑伫咧，迄是咱的即个物质的物欲伫咧，情欲伫咧，名义伫咧。即个钱财想要趁钱的，这种这真侪无健康、无健康的上帝所无真欢喜的物件，捆绑着咱。然后主耶稣嘛要甲咱讲，你心中这群的鬼来离开去。迄个人医好了后，就坐伫主的面前听主的讲道，听主的道理，然后倒等甲因厝的人相甲做伙。孤单的人要变做到。见着主以后，伊就不再孤单，因为心中捆绑已经来赶掉去。倒转去甲伊厝里建立一个人甲人的即个关系伫。为什么比一个酒馆的伊的囡仔伫遐独生囝伫遐来死的时较绝望？耶稣看见，就伫迄个所在怜悯，伫迄个所在来安慰伊，然后将即个队伍甲动起来，伫遐施官兵，互即个囡仔搁伫遐高活起来。将伊去交转去伊的妈妈的心中、的手中，一个悲剧变做一个喜剧。主耶稣嘛要甲咱讲，伫咱的今仔日咱的生活中间，咱有甚物代志互你绝望啊？无？你有感觉即个世界是已经互你绝望，还是你有甚物困难，你无办法脱离去？你有甚物艰苦的所在无？主耶稣要诚做你的毋望，诚做你的帮助。你甚物受到人冤枉、委屈伫咧？主要诚做你上介好安慰者，连迄个绝望的寡妇、伊的囝仔、独生囝死去，伊都有办法来医治，互伊佫一摆即个毋望的，何况是咱？顶回咱讲起，诚做一个困求的人，主要所以甲咱讲，求就要得着，找要拄着，
拍门就要甲咱开，但是咱为什么常常感觉咱的困求袂当得到呢？啊是参像雅各书讲，你得袂到是因为你无求，啊你求叫得袂到是因为你滥散求，为着你的宴乐。所以伫迄所在，咱看见主要说伊甲咱讲，你毋通贪心。什么叫做贪心？主要说煞了讲迄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咱听下是，互咱看伊讲，毋是讲我贪什么物件，就是安尼才叫做贪心。连我自私嘛是贪心的一种。其实贪心有足侪种的形式伫咱中间的。咱若是诚做迄个贪心的人，咱困求咱就无办法得到。所以主要说讲，你无伫看路，无你为着你明仔载要食啥，要穿什么来看路，你爱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个物件，主拢知，伊就要互咱。所以咱倒转想着讲，什么叫做上帝国？叫做上帝义。伊的国就是讲，咱愿意降服伫伊的主权。伊的义就是伊的教示，遐正确对的，即伦理的法则是甚物？咱有愿意去追求遮个无？咱若追求遮个，咱伫地面上所有需要遮，主拢要一一来帮助着咱。咱嘛举着几个例伫遐来看起。主爱咱毋通烦恼着主。上帝该负责的部分，咱来烦恼咱家己的部分，咱要来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咱嘛举几个例子咧，咱伫小组中间嘛透过小组长，毋茫互咱的分享中间，你当即个时阵，你毋知为着什么代志咧迫切祈祷无？那你提出来讲，大家来斗想，为着即项代志要祈祷，是为着要安怎来祈祷，才当下伫主的心意，然后主就会来帮助咱。咱举个例中，咱嘛讲着讲，你为着公司要趁钱，敢有影求上帝，你互我公司趁钱，所有的即个产品拢非常的为了非常的好，是安尼困求，还是另外倒转来讲，我即个是基督徒的公司，我要安怎做光做盐？我要安怎伫即个商场中间，互诚做一个做光做盐，互人看见讲，即个基督徒的香味伫咧。我啥物有尽职来做着社会的即个公益伫咧？我啥物有尽职照顾着我的员工伫咧？我啥物尽职安怎做一个诚实的商人伫咧？有足侪种种，搁较下伫上帝心意这步，咱有去追求啊无？啊是咱干那真追求表面伫遐讲，毋茫我会生理会大趁大钱啊是啥？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例若定。咱当咧破病的时，咱安怎祈祷？咱为着咱的囝儿会成就是要安怎祈祷？伫恁遮，毋茫咱伫困求中间是，互咱知影讲，咱爱来判断，什么是上帝该做，什么是上帝要做，什么是咱爱做。主要所甲咱讲，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咱有一个降服心，咱愿意由上帝掌管，就是求伊的国。咱愿意照着这圣经所教示去行，就是照着，就是行伊的义的。毋茫咱常常来读圣经，咱才有知影讲伊的义到底是甚物。那今日咱进到第7课，咱要讲到较自义的人，就是家己看到家己非常的好的这种人，咱到底要安怎？耶稣要安怎，互咱知这个教示是甚物？然后咱阁有3课伫迄所在，咱毋茫一一会当诚侪咱的帮助。而且要先问一个问题：你毋知对你家己的表现有满意无？但是若为上帝眼光来看的时阵，又阁是如何？所以，比如咱面白就讲，我有自信心伫咧。甲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到底有啥无共？甲我是一个自义的人，这两个差别到底是伫倒位？有信心应该是真好的代志，因为上帝想说我有能力啊，所以我有好表现，我真满意。啥物我表现满意过头去以后，才变做是自义，到底是如何？咱毋茫今仔日当伫来明白的。咱要看咱家己对家己，咱家己会了解是安怎？我是较属于较谦卑，还是我是自信，还是欠即个无信心的，还是我非常的骄傲？你想，我想若问大家讲，恁中间什么人是家己掠做家己是自义，是非常好的人？我相信无人讲伊是自义的人。但是咱今日若看了时，咱大概有一寡表现，当互咱来知影讲啊，原来安尼就是一个自义的。就是无下伫上帝的教示，毋茫咱会当来得到学习。圣经中间对即个骄傲、对谦卑的教示是甚物？咱只举两个，就是即个箴言的第3章，箴言第3章，甲即个第18章的所在，伫遐来讲的。3章第34节，讲武万人的伊武万伊，施恩互谦卑的人。上帝只有施恩互谦卑的人，所以无爱迄个骄傲的人。
第18章的22节讲，败坏的大声，人的心是骄傲，尊贵的头前是谦卑。你得先有谦卑，你才有可能去得到尊贵，得到上帝互你荣耀的人。但是你若骄傲的时阵，你就变败坏去。这是咱看圣经中间甲咱讲起的。咱看见圣经中间这个解释，其实法利赛人非常的清楚。但是为什么伫耶稣的生涯中间，甲法利赛人定定有这个冲突伫咧？法利赛人常常去学耶稣伫遐甲伊责备的。但是法利赛人明明是敬虔的人，对圣经非常了解，伊是律法主义的人。为什么伊就照顶头规定去行，竟然去耶稣伫遐甲责备？原来因就用外面的表现，伫迄个尊重。我若安尼行，我就是非常好啊。所以耶稣甲因讲，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你只不过是外面做出来那点。因为咱伫马太福音第6章23节到这个23章13节到36节中间，主耶稣非常的严格，伫遐讲着几啊项代志，只不过举着4项那点。你若倒转看迄个圣经在时，你会讲哦，耶稣那遮尔严着。讲到因这法利赛人啊，家己了解家己是好，敢若要讲叫别人去做，家己毋去做，只有讲无去行。安尼你就参与一个痴迷咧带路共款，因为你根本就毋知影倒是行起来是安怎行才是对的，啊是恁干那样修律法，但是毋知影这律法背後的意義是公義甲憐憫。所以伫遐讲，我10條戒倒一條上重要，我要来修迄條就好。主要所甲伊讲，上海重要就是听啦。你若听，你就逐项拢会遵守。所以主要所讲来，我毋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但是咱看伊法律上，伊就只有遵守表面的那点。佮讲起因外面看起来，那非常的这种冠冕堂皇，但是内底确实是我罪恶满满的咧。互人看会到的是，哇，我足正直的，我足安尼遵守规矩的。但是背后无人看见伊，就是充满了这种罪恶，欺负这孤儿寡妇。不爱做即个应该做代志，即个好事等等，这个主要说佮甲因讲，恁拢外面看，亲像迄个抹粉抹了水水的这种蒙啊布共款，迄粉末外面足好看，但是内底是底死人的骨头伫咧。这个话听的是真刺激的话伫咧，但是主要说用这个来讲法利赛人，为什么法利赛人是知影上帝话语的人？咱嘛是要求大家拢咱紧紧来读上帝话语啊。但是读咱想袂变做参像法利赛人去，会诚做是迄个假冒伪善的人，会诚做是迄个自口头咧讲迄个家己了做是义的人。今仔日圣经在先，咱会当来参加来学习，因为要甲咱讲到迄个家己了做家己是义的人，是一个不义的，嘛指出一条路，会救恩的路，互因会知影讲爱安怎来行。咱首先要来看讲，家己了解家己是一个义是好人，伊应该有啥物表现伫咧？这诚做咱的警醒。咱若是安尼时，咱可能就要提醒家己。头一项，伊会藐视别人，伊会看轻别人。咱看这个伫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0节，这种咱前拢已经讲，伫前个几个讲中间有去讲着。这是讲着迄抽象利弊，伊伫迄个所在主甲伊呼调。讲来军队我，伊就放下所有一切，等去厝内先请耶稣，然后再对耶稣来做伊学生。等伊咧请耶稣的时，迄个法利赛人伫外面就讲啊，讲主耶稣哪会使甲这抽象人，甲这罪人伫遐做伙食饭？反正话讲就是讲，我参与我安尼，我就是袂甲这罪人、这人相甲做伙啊，袂甲抽象的，伊用安尼来藐视耶稣，用即种方法来提高家己伫咧。结果伫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7节，撒该的这故事中间，主耶稣要到伫撒该因兜，撒该非常欢喜，等伊请耶稣的时阵，这人嘛开始去讲话啊，为什么到这个罪人到伊的厝里去食饭？咱看见的是因为因掠因家己是一个义人，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会藐视别人，这是头一项。咱要注意，咱毋得去藐视着别人，咱看轻别人。咱可能感觉别人安尼做无啥对，但是咱毋知知伊背后的意义是伫倒位无？啊是咱会参像法利赛人感觉看表面的字眼尔，还是看着表面的现象啦？定有人伫遐的所在，为着和别人做伙，是毋是伊当伫遐所在咧来为着想办法要来传福音互伊？但是咱可能真简单就讲，伊哪会安尼？
咱毋知有逐项步代志爱尽力，搁较明白，咱才通开咱的喙也无。雅各书甲咱讲，咱上界迄个身躯就上爱水，啊，搁犯罪上爱大，就是喙齿。真容易咱对咱讲出来，讲出来别人的无好的所在，但是家己却嘛是真侪无好毋对的所在。何况这讲出来物件，佫无一定是对的时阵，你毋知有顺着即种去。也做家己是较好，所以来讲别人这种表示，这就是家己自认为是义的一种的人。第二，咱看见你基督中间，敢参与是咧自言自语，咧讲互家己听，还是咧表现家己的时阵，毋是伊的对象，毋是甲上帝伫遐咧基督的时阵，这嘛是一个家己也做家己是义的一种的咧。伫马太福音第6章的所在。伫遐讲，有这法利赛人，伊拢真爱伫会堂，伫真侪人所在，伫十字路口，伫遐大声来祈祷，要互人看去。然后所讲的是要互遐个人听，毋是要互上帝听，是要表现家己的部分。伫遐重复讲着一寡重复这话语伫咧，最后所甲伊的评语是讲安怎？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啊！因家己讲因家己偌好，因就家己安尼啦定。上帝被祝福伫即个顶面伫咧，刷落去，第6章的时候刷落讲啦，恁都要去即个密室，去内室，去内底的所在，你厝内底的所在，甲门关起来，你伫暗中的即个上帝伫遐来祈祷，而这是一个假使，有咱讲祈祷是你甲上帝一个关系伫咧，毋是真做你要家己来表现家己，要来显明家己好的一种会场合伫咧，这是第2项。第3项，你若是自己家己了做是义的人时，伊常常会夸口家己，夸口家己即个好的即个部分。像拄则圣经在遐讲迄个抽象的，伊伫遐讲，我一礼拜禁食2摆，既然所得的我拢1/10抽1分出来，10分抽1分出来。所以这咱的即个犹太人的即种社会的即种规矩，我拢总遵守啊。因想讲安尼，伊就会当得到上帝祝福，伊就讲起家己的即个好处。你有安尼做时，上帝明明知影，敢对你甲上帝讲甲？但是伊伫遐夸耀家己，因为要互别人听见，要互别人来知影，上帝心意到底是啥？伫米迦书第6章的时候，讲了非常清楚。伫迄个所在讲，耶和华欢喜千千只的公羊嘛，还是万万条溪的油嘛？然后煞落讲到后壁第8节，咱非常清楚。伫遐讲，耶和华讲什么是好？伊讲耶和华爱你是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这个圣经在咱拢非常的清楚。上帝讲什么是好？伊甲世界人讲什么是好？你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其实咧，甲咱讲几项代志。讲是讲3项还是4项拢会使，看你要安怎解释。头一项就是讲，你做代志安怎，爱有公义啦，爱知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啦。毋是家己为着家己看做好就好，是即个上帝所看做好的迄个好，你有照安尼无？啊，为什么你爱安尼行？因为你有怜悯嘛。你出于怜悯才去安尼做，就敢若上帝就是安尼。然后你若是讲无，我是一个较软心的，我较会用即个疼心来做，无要紧。你要用疼心做啥？你嘛要有公义做基础啊，无你就变做烂好人去。逐项拢是溺爱，无一个是非伫咧。逐项拢逐项拢嘛好，拢嘛好。安尼才真正就是上帝所讲的怜悯感。啊是讲我一切拢完全照规矩，不管你什么拢袂。什么后壁的什么阻碍，拢免讲，就是即就是即，两就是两。你什么变做审判官去？上帝无爱咱安尼，伊爱咱的公义中间是因为出伫怜悯，才行即个公义。伊爱咱的即个怜悯的中间有公义最标准的咧。然后佫咱行了无好势安怎？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做伙行。上帝敢若常常伫你囝仔提醒着你。你做这，你毋是审判官，你也毋是迄个大好人，是因为上帝听你，上帝爱你安尼做，所以你着谦卑伫上帝面前，照着伊的教示安尼去行，这才是上帝心意，毋是参像迄个抽用迄个法利赛人伫遐骄傲讲，我一礼拜禁食2摆，我10分拢会抽1分出来。你安尼做，上帝知影啊，你着爱搁甲上帝讲这无？
你夸耀你家己的人。说落去第4项有啥物表现？伊会表现出来，伊会去控告别人。若讲家己的好若定，伊搁伫遐讲别人的毋好。那袂输，敢若讲恶人先告状，先讲别人的歹行，就是家己较好共款。啊，看迄个法利赛人，伊伫遐讲啊啦，我无亲像别人劣色，不义奸淫，也无亲像即个抽象的。毋拿你家己高举家己，毋拿你家己你甲上帝祈祷的时是啊，其实是咧讲你家己的好共款。毋拿呢，你伫迄所在借着真侪机会，你讲着家己的，搁伫遐讲别人，控告别人伫咧。牧师伫咧协调咱会友中间来些冤家的时阵，我常常会听见的是讲安怎，我安怎，但是伊拢无安怎。我有一个较典型的，伊讲牧师啊，伊拢无祈祷，无读圣经，无灵修，啊，我拢有咧祈祷，有咧读圣经，有咧灵修。牧师听安尼到底是要安怎讲，我嘛毋知。你若有，你就袂讲这话才对。你会为着伊祈祷。你会帮助伊安怎伫遐来做读圣经，安怎灵修，安尼毋是逼伊爱安尼做，你要帮助伊安尼做才对。安尼现在代表讲你真正有去读圣经，你有灵修，你有咧祈祷。因为迄个毋是咧做互看的，迄个是你要互你的性命得到改变。你若改变，你就袂去控告别人，你袂讲家己的好，然后去控告着别人。咱看见是啥？伫即个你若家己了解家己是好时，通常拢有即种表现的。你会藐视别人，你甚至祈祷的时，常常摕去讲着家己，然后你伫迄个所在夸口家己，互人知影讲你是偌好安尼，然后毋拿呢，你搁去控告别人的。这是咱看起即个家己了解家己是义的人的即种表现，但是咱要来看讲，那呢真正即个义人到底有安怎的表现，啊是有啥物要求？咱今日圣经在底下，咱看见讲，咱头一项咱都要诚做一个敬畏、敬畏即个上帝的人伫咧，因为迄个抽象的，迄个抽象尾啊上耶稣互伊真好的评语伫咧，所以伊是啥物？伊是远远徛伫，伊连举目望天，伊嘛毋敢的。伊感觉上帝是圣洁的，我毋敢，我是一个罪恶满满的人，所以伊是敬畏上帝的人。第二，看见讲，伊是一个忧伤痛悔的人。伊伫遐讲，对显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伫咧，爱诚做一个忧伤痛悔的人。伫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9节。上帝要祝福忧伤痛的人，讲咱若是认咱的罪，伊是真心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要随除咱拢总的不义的咧。伊毋是因为讲你搁做好以后，我才怜悯你，无你若认罪就好啊。认罪是安怎？真正忧伤痛悔来认罪，主就要赦免咱的罪，要随除一切的不义，随除一切拢总的不义是啥？不再有记录的意思伫咧。咱看见大鼻王，伊犯奸淫，佮照倒杀人，但是最后伊是圣经中间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遮尔侪人物中间，干那一个大鼻是，互人圣经中间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伊前遐无好记录安那，因为伊忧心痛悔伫主的面前认罪的时阵，就随除啊，随除一切罪伫咧。咱可能大家人拢毋是真，大家人拢是罪人，咱有真侪大大小小无共款的罪伫咧。咱免感觉家己是一个袂当得救的人。上帝要帮助咱，咱若到伫伊面前，真正认咱的罪，忧心痛悔、诚实来认咱的罪的时阵，要随除咱一拢总的不义伫咧，就是不再阁有记录啊。这是真正一个义的人的时阵，有即种的即个表现伫咧。但是伫即个所在讲，即个义的表现呢，毋是因为咱家己看咱家己有，是因为上帝愿意安尼来咱看。咱看即个大笔，伊犯了罪的时阵，伊伫写诗篇51篇，伊伫迄个所在讲，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
代笔写即个诗篇，互咱真大安慰。原来咱毋是无药通救的，咱来咱亲像伊共款，因为上帝所爱是迄忧伤的心伫咧。你用忧伤痛的心到伫伊面前，伊绝对无要看轻的。真正一个义人，就是爱有安尼。你有常常存迄忧伤痛悔的心，到伫主的即个面前来无？你有用着即个敬畏的心，到伫上帝即个面前来无？咱看起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即个义人的时阵，应该是安尼。嘛，毋是讲咱咧做，咱就诚做迄个自然，诚做迄个义人，是因为主耶稣要看咱做义人。所以咱看主要说，伊要看这平定者的心，甲互咱期待是啥物？头一个咱看去迄个抽象的，主要说，互伊的结论是甲讲，伊是一个忧伤痛悔、真实认罪即种的抽象，所以是真正的义人。因为刷落去，主要说伫迄个圣经在安尼讲，既若自高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就要升高，就要高升伊。所以，就是即个譬如讲出来的时阵，讲到即个抽象，伊的结论是啥？因为伊安尼做，伊是个敬畏主、敬畏上帝的人，然后伊个忧伤痛悔来悔改伊的时，伊就伫迄个所在，虽然伊是卑微的，伫遐要来高升伊。意思就是讲，耶稣上帝要看做伊是一个义人。咱要诚做义人，毋是咱家己做遮以后，咱讲啊，我就是义人啊。无，是因为上帝看你做义。因信称义嘛，毋是讲，因为我信了，我就诚做迄个义啊，我称做义啊，无因信必称做义。因为你信以后，上帝要称你做义，咱无可能诚做义啦。只有上帝恩典，伊要来甲咱看做义，咱才有即个可能伫咧。所以即句话讲，高升的人、自高的人，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加高升伊的时，哇！即句来讲，你若家己了解家己是义的时，其实是显出你的不义出来。你若痛悔承认你家己是罪人的时，颠倒会显出你的义来。这用普通的话语来讲是嘛真简单。你若听见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呢，喙角全破，一直讲家己偌好拄偌好，偌好拄偌好的时阵，你心内就开始想起伊的好，还是想起伊的歹？你绝对想起伊的歹，干嘛呢？骗笑的，安怎就讲一大滴，即句话毋是歹话吼，我是讲一般反映出来就是讲安尼。敢有影是安尼，哇！就开始算讲，这个人安怎，伊的不义马上就显明出来。但是你若讲欠伊讲啊，我实在是真安尼无安全，就像别人甲你安慰无啦，你啥物做了真好，啥。因为你的不义，你感觉你的这个你是一个罪人，颠倒显出你的义出来。所以这个圣经在看起来，敢若真安尼。吊诡，互咱袂当明白，为什么高变低，低变高？啊，到底是安怎？其实咱来想迄个时，咱就当明白者，迄是上帝祝福，伊望咱每一个拢行做一个谦卑的人伫咧。上主要说爱咱安怎？有两个圣经在甲咱讲，头一个圣经在伫马太福音第16章第6节讲，咱在防备法利赛人家己掠做义的即种假。咱知影迄个假，一点仔囝尔，伊互规个即个面粉规个发起来。啥物伫咱中间诚侪无好的假物，伫遐发生这无好的即种效果出来，所以咱来提防，咱毋通参像伊即种不义伫咧，毋通诚做家己是一个义，毋通诚做迄个假冒伪善的人伫咧。第5章的20节，因伫遐佫讲，咱的义爱超过安怎？爱超过即个法利赛人文书伊的义在当，若无你袂当进入到天国去。咱嘛无可能靠咱的义安尼做，意思讲咱毋通诚做迄个不义的，咱都要诚做一个敬畏上帝，咱个常常忧伤痛悔心的时阵，咱就再当赢过即个法利赛人甲即个经学士，这是主要所互咱的即种期待伫咧。伊认定遐个你愿意敬畏上帝的人，你愿意。忧伤痛悔的人，伊就认定你会当做义人，然后伊佫甲咱提醒爱防止遮，所以咱倒转来，伫咱即摆时代，咱要安怎来考虑？咱来常常来问咱几项问题。头一项，咱是基督徒，敢有比毋是基督徒佫较好啊？咱是老基督徒，咱已经第几代、4代、第5代、第几代啊？敢有比初信的佫较好嘛？
咱是一个热心追求的基督徒，咱有比迄个无烧无冷的基督徒较好无？咱真捌圣经，啥物比迄个只有来做礼拜较好？咱是一个坚强得胜的，啥物比迄个软弱、定定安尼真容易就跌跋倒的即较好嘛？咱当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若是前迄个一半的人，你若是迄个基督徒，你若是迄个几啊代基督徒，你若是热心咧追求的，你若是迄个圣经非常熟的，你若是感觉非常灵命坚强的，当得胜这个人。你应该来安怎来面对后壁才讲这个人？未信者、初信的、无烧无冷的基督徒，还是即个只有来做礼拜无咧看圣经的，还是遐真容易跋倒这个？你是来轻视伊是无？你是来控告伊是无？还是你伫遐干那夸耀家己？我是安尼，你是安尼无？我想咱拄则已经看见，拄啊讲遐，咱若是安尼做人，咱就是诚做迄个自义的人。咱若要诚做毋是自义的人，咱就敬畏上帝，咱在忧伤痛悔心上用的，家己认为家己是不足的。你若有安尼，你自然就去帮助着后壁遮个人。所以毋望咱会当来学习着，咱就要来求主，毋望会当将咱家己自以为意的即个无好的即个心，会当来刷开去。但是咱可能有人去讲，我无自义啊，我就是干那讲，我毋望我所做，我就靠照我良心来做啊，我做代志拢真正派啊，正派伫个啊，我嘛毋是罪人啊，我安尼敢就需要上帝噶？如果你认为你是凭良心无做亏心的事，如果你认为讲你做人非常的正派，伫个时阵你无办法互人讲你是罪人的是咩样？其实这就是原来自义的一种伫个。因为安怎？因为伫上帝圣洁的上帝面前，你哪有可能是会当称作是一个义人？所以咱需要伫个谦卑。咱需要谦卑来承认家己是罪人，家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迄就是一个自义的一种表现伫咧。主耶稣已经为着咱的顶是伫个顶，伊要赦免咱，伊要称咱做义人。若是咱愿意来接受伊的时阵，伊就要帮助咱成做一个义人。耶稣绝对毋是伫2000年前的即个耶稣人，伊现在佮咱做伙，伊要来帮助咱。伊要帮助着咱的国家，帮助咱的家庭，但是若无为个人开始做起，你嘛无办法。咱拄要讲到耶稣甲现代人有遮尔侪情的地方，咱可能几下个角色拢是重复的。咱也是罪人，咱嘛是迄个常常伫绝望中间的人，咱嘛是亲像今仔讲，常常有陷落伫我是自义的人，对不对？主耶稣要帮助咱，要安怎帮助咱？咱只有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忧伤痛悔心，到伫主的面前，将咱的情形甲主讲的时，主就要帮助咱。咱这摆有小组中间有几个题目要讨论，伫遐讲，咱感觉咱基督徒中间真容易家己感觉是伊的表现是什么？咱要安怎会当知影家己已经陷落伫安尼啊？要安怎来避免？还是别人若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面对伊？望咱伫小组中间三个来讨论，彼此会当激励。你当着一个人，伊定定安尼，拢讲伊安尼，拢藐视别人，啊控告别人，啊讲家己的真好时，你到底要安怎面对伊？望咱会当互相彼此来学习，彼此来讨论着。最后上个基本的一项，咱应该注目伫耶稣的心中。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第8节讲，伊本为上帝形象。无掠甲上帝边顶来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然后取奴仆的这种形象伫咧，诚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伊就屈低家己，顺服伫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这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伫天顶会当坐宝座的所在人，伊到伫地面上，毋是要做王。伊是要做亲像安尼讲，诚做人的样式，为着人受死，定伫十字架顶。主耶稣才是咱要学习的。
咱哪会可能去学习迄个真骄傲的人伫咧？当然是学习参像主耶稣即个形式伫咧。毋茫咱中间加减减拢有自义的人伫咧，会程度伫咧，迄无啥物问题伫咧。咱若过一摆知影，咱若会当诚做迄个敬畏主的人，佫会当诚做常常忧心痛悔，为着家己的罪咧认罪的人，主就要帮助咱。要称呼咱做是义人，咱莫诚做迄个常常藐视别人，常常高举家己的，常常搁伫迄个控告别人的，讲家己的好，搁讲别人的无好的，咱毋茫拢毋通诚做迄种的人，咱拢毋茫当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你垂听你的独生囝主耶稣，为着阮世间人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为着要帮助阮，要互阮的罪得搁一摆来洗清，甲主会当搁好。毋是安尼若定，你主耶稣嘛诚做阮的模范，安怎互阮来学习？伊的教示中间侪，互阮伫遐学习。今仔阮来学习着讲，毋通诚做迄个家己掠做是义的人，参像早时的即个法利赛人共款。因伫遐藐视别人，因伫遐高举家己，因伫遐控告别人，毋但高举家己，佮控告别人的。主你爱阮诚做迄个会当敬畏上帝的人，阮常常为着家己的罪伫遐忧心痛悔。主你着祝福伫即种的人的。恳求主你帮助，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阮的性命得到改变，诚做新造的人。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为主做见证，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主你帮助阮，也祝福伫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也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告别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这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伫假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使者。是普世，佮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防过疼甲受苦，来诚做毋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伫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分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运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